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女理嘅节目。今晡日拜二何雪圣三线，仲咪喜爱咧，因为今晡日呢個主持人吼阿慧精信上吼有事情，所以我哋大办吼，所以今晡日咧，乡亲朋友咪看到我度咧，俾到大家來分享今晡日當到生氣嘅事情哦。喺今晡日嘅單元吼，拉頭嘅小嘅買嘅東西咧，特別有高質有搶菜，今晡日肯定有高質，肯定有搶菜。唔過很多嘅麵包，唔帶像安樣嘢哦，今晡日當老大家來分享吼。哇，你個鄉親朋友強容係老先生吼，佢哋下個嘅一種嘅生法，你當名嗰度扮弄扮 X， 英文是嘅 X， 就係講喺度一種講法生法。你係用呢個生法咧，你使到都非常尷尬。裏邊嘅時候，讓我強容上老先教老先生歡迎。大家好，我係老先好，我帶到新竹供應，今日請歡迎攞到咧，老大家分享哈，我都簡單嚟嘅生法嚟想法，歡迎老先生吼，老先生上路，你未上路，所以你可能吼講來講去可能。我要親切，可能強姦嘅，有可能吼。我今日當翻一種咧繞牆呢度節目地圖吼，看到呢個時間吼，大家心情是為以後容易講了。大家唔都有知道吼，其實你個老先生吼，按小秘密吼，佢按小面，其實因為你下生法嗰度凍快樂，錯冇？就這樣講吼，差不多係咁樣啦。因為到鄉下吼，你嗰度好吃菜啦。喺跳嗰度推北嚟時候，生法要20年都推北嘅生法。後來呢樣舊嘅生法，經常用班長按到自己全息來過嘅生法，見到嘅上，後來老我太太兩沙。做到這個可以發展可以12年，後來經常你係社會見到嘅變化，你生活到底味道乜嘅到嘅生活，未見傳承按到工業咯，喺度你啊進到鄉下，去到你一陣按到。個生法吼，鄉親朋友會知道當奇怪，或者老先生，你係乜嘅意思？其實簡單講起來，老先生你下去簡單到台北上班，從嘛老朋友鄉下度台北打拼，用強農村度台北來打拼。咁個你下其實轉移自家嘅家鄉是係新竹嘅居民吼，做啲講吼做一般，你客家話講耕田人啊，其實農民吼，所以就叫辦農。辦 X 英文是個 X 意思是係講一般做農事，一般做一般嚟嘅想象嘅空間是青苔，嗰一般是你想去做嘅事情，你可能係做存錢嘅事情，可能做幫助人嘅事情，能夠做青島，嗰按到想象空間啦，想象空間吼，所以基本上就像到老先生嗰度節目地圖，老鄉親朋友來分享吼，所以你看哦，現場帶到很多嘅東西吼，有麵包，有芥蘭，有冇強嘅青菜、水果，很多嘅東西帶到現場老朋友來分享，所以講其實簡單到特別大邊嘅兩公婆吼，你係轉去鄉下。新竹供應嗰樣嘅地方吼，其實做一般耕田應該生活吼，咁講吼一般來講實在會哦，你講人的慾望是無窮的，應該慾望吼係日來日到嘅。本來想講從安樣嘅錢是好咧，從到安樣嘅錢是想從很好多嘅錢，從到安多嘅錢是想從很好多嘅錢，咁講你兩個人都推俾安樣打拼，其實生意也做到以後咧，因為好點點上去轉去供應。那半樣總係參詳，佢半樣夾半年，我聽你總係做農事，所以佢哋要討論嘅過程哦。其實老一輩吼，佢都話一種想法啦，都是講人，因為老一輩嘅人吼，都喺物質缺乏嘅年代過來，都會想錢冇到少啊，都係存得多得好，可是我哋知道錢存到咁多，錢存到咁多是唔得啦，所以就會想到會拉攏是做得，拉攏是做得，所以我哋話會想進到鄉下嗬，自家來種樹種強力嘅嗬，那種樹就係
根本来嘅生法。你讲到一只重点咯，罗先生讲到一只重点是讲，用种强力嘅东西来食，强力哦，干净的食物，强力嘅东西来食。佢俩下，你因为口气嘅发痰，从么煞肥嘅净土。你要知道，你用嘅东西其实热来精致。吼，当做食物食嘅东西，让精致。其实慢慢，你非常，你爸爸妈妈嘅烟台啊，阿公阿婆嘅烟台，其实改良是记得，等于是做种下，其实记得食嘅东西，改下就系提黏死嘅，提强力，吼，没有污染的。我就这样讲啦，我系化学配那个农药状态嘅时候同我滴了的东西哈，对人身体唔好嘅时候，我是会去想，都有你嘅机会，我这个种嘅时候，我是希望讲用好安全嘅方式来种了到食嘅东西，因为提简单嚟想法是，你嘅东西系强力，你食到都是毒，其实健康，因健康是好唔会不平啊，唔会不平啊，你唔是存到咁多錢，如果是看平啦，嗰啲，你都省起來啊。係，你是你經簡單嚟想法是係，你念頭是係安樣來。所以老調教樣吼，兩個人有共識，又強容解想法，然後力量仲強下做去種下吼。係安樣咯，係安樣想，係兩沙，其實兩沙透過台北嘅時候是當好而家種下啦，家下雖然係大都市度，可是一下有很多嘅時候，我都是會到台北嚟郊區啦，或是轉鄉下去看接觸大自然，還有西歐嘛土人去，所以我就對咗鄉下嘅。轉向係想法係很明確，是動確定嚟吼。咁個吼就係因為吼，佢老不用兩個人暢商好，溝通好，想講哇兩個人決定到台北嘅勝利啦，佢都嘅勝敗吼，完全嘅你講不用聽，吼一般應該講你講嘅係家法生活，好很好，就按樣嘅東西很難，很好多，咁個佢都你下開始講嘅按到。減法生活，減法生法，讓你嘅慾望慢慢廣大，那時候咧是可以向下來過生法。你阿媽肯係要原油啦，其實到台北做開發店嘅時候哈，家下天啊天氣冇咁好，人都唔好嘅時候，家下我都是去到發咩必需品，咩一天去用啊。嗰度前多公司吼，其實開始嘅預算是開始越來越少。我哋有即個做啊，是會直接影響到係是收入越來越少。家下是講乜嘅東西吼，唔是用到啊，你是來冇用，減到冇電視嘛生活嘛係用過。電視錯冇，基本佢來送電視，然後用前面來分享過佢5年前提早決定為鋼鐵是電視冇看，係咪？電視冇看要做得好3天。係啊，佢電視台就冇掉，我哋冇掉電視台，個電視平咧嘛怪，好多電視啥送朋友送聽，所以其實就是你講物質吼，個取代慾望好大。咁個其實咧，當好嘅事情嘅係，難得做得轉去新竹嘅共鳴，所以你當要掠下一件，佢都有一家嘅小天地吼，翻譯用到藏綠，藏綠，港都是把綠藏起來嘅感覺嘅。好，這個你們兩個應該小天地，做埋名用到藏綠吼。我都會按常率咁樣吼，是其實係要個朋友啦，到台北嚟時候，本身佢就簽我都唔好轉向下，本身我都合作，我名我要按好咧，你來合作做複合式嘅方式，
后来其实我都有两三上请求咧啦，拄咧有安有时间点，我都有两三是转向下，后来想，向下。你这个大道的地方，按张名啊，长也不错。后来想到这个朋友，然后都按来名啊，我想，这常绿哈，我都大地方全部都系地方都种些都种干豆，都绿色安豆，我都空落个地方。而且该绿哈有一种永续的个想法你下你系环境紧破坏体，你做环保的都赶不上，都应该保护啊。真是，嘿，所以向亲朋友可能要做在度相片地图看到开系一只动酱嘅地方，因为新竹嘅江林本身是又山又水，我对介只地方唔系讲冻熟咯，唔过去到一两摆去到介介是不是去到讲，哇哦，去做啲完全到都市，哎呦。分开来可以做啲讲是很冻降，然后又冻村坡嘅一只地方，所以向亲朋友去到系讲去到街看到就系讲读节目地图看到街片嘅相片，佢啲佢该有上分题，差不多上分题嘛，该第五读动到嘅东西都系你们自己亲手打造去家做嘅，所以其实可以说是很动容幸你经营，而且又一家嘅感情度地图。我都转去本身前度已經建議啦，講我哋冷門嘅地方都會鋪水奶，方便好似我讓我太太兩三是見想，應該水奶就鋪落去，你體是屍體咧，是冇法度呼吸咧，所以我就轉業時候喺屋面前全係南國妹。全部南國妹，全部南國妹。我讓我太太兩三是落喺筍頭，跟住咧殺菇子，跟住全部醃起來收集，我來鋪到這個屋面前，然後天天一推擦，天天讓鋪好咧，就去種草皮。所以我不卡像你下溫氣，而家係天氣暗熱嚟時候，其實我不卡嗰度唔會嫌熱，唔會嫌熱，好涼，好涼。所以就。我都安樣天天的鋪外，對了都這個親手來做是當有感情，當有感情兩公婆就咧講該並體推白嘅生法轉到新竹江邊然後一步一轉一牙從不一家來做所以根本你現場就做咧看到你路線上帶來按豆蓋嗆菜、果子、麵包蓋來，這做咧講全部都係你們榮幸配用下來嘅一種嘅你冇講產品啦就是大家你生法地圖平常是聽出會用到嘅東西，所以當然啦，按樣嘅講法生法你講減法講法嘅生法本路線上咯調教有兩個人用合作起來是咪知道講其實生法嗰度是人來人有意思。人來人生氣，很好重要嘅事情係鄉親朋友可能要看到東都嘅相片哇，這個醬油油嘅該。有冇該木魚度凍醬有冇？然後很綠然後環境非常嘅好。當然整理起來也唔係講硬蓋，所以基本嘅你嘅路線上現場帶來凍到嘅東西，都希望講你下團嘅節目好啦，向親朋友嚟了解一下。你帶來嘅麵包到底上同容易，帶來嘅芥蘭到底上同容易，帶來嘅醬菜有冇嘅特別係咩真是非常嘅好食？其實好食唔係講動態嘅重點係。你要用內容控填是好嘞，所以鄉親朋友你下嚟請大家拎下茶調下，定下咱們節目地圖。